今朝，启程踏遍荒草。告别平凡，寻觅逍遥，不招摇，必成笑，奈何人心难料。藏得着，无人晓，执念不曾动摇。让尔虞我诈成徒劳，掌中宝，心中刀，邪魔都不阻挡。孤身失恋热血烧，在一夜熟悉脸颊，再无牵挂的放下。战关后天地为家，从此相忘于天涯。坦荡精神的强大，千般奇艳的造化，千万年仿佛一场。这一路破空，苦难有千种，谁人懂？只求有朝再相逢，修炼成始终，愿周万事空都目送，终究平凡不平庸。修炼成始终，终究平凡不平庸。狩猎开始。竟然是只七级妖兽，好吧，你得进来了。
今晚的月色倒是不错。上一次看到这样的月亮，可是很久以前了。哎呀，这所有粮食都被抢走了，我们可咋活呀？咱们这些种地的呀，两边都是恶不亲，尤其是那野狼帮，这也太欺负人了。是啊，哎呀，那可怎么办呢？哎，三弟说七玄门今年要扩招弟子，你难道是想……这丽儿要是能进七玄门，对咱们全村都有好处。丽儿长大了，哎呦，不行不行，咱们一家人不能分开。这光景，如果我们一家人守在一起，就得一块儿被饿死。进了七玄门，丽儿会活得更好，而且门派啊还能给咱们一点小钱。不行，一定还有什么别的办法。他可是在娘啊，我去。你可要照顾好自己，别忘了写家书回来啊！你放心吧，娘。差不多了，赶紧走吧。爹，娘，小妹，我走了。哎，快点儿，快点上车吧！快点，快点，快上车！这。下去！照顾好爹娘！刚刚那是你妹妹吗？我们家有3个呢，我走的时候啊，他们也都是又哭又闹的。哎，你吃红薯吗？我剩最后一个了。我要是你啊，我肯定吃。我在车上待了2天了，连吃的影子都没看着。给。我叫张铁，他叫厉飞宇，你叫什么呀？我叫韩立。韩立。嘿，我叫张铁，他叫韩立，他叫厉飞宇。哪儿来的这股臭味儿？嗯？嚯！我说呢，怎么做了个叫花子在这儿？我说你这人怎么这么说话呀？你谁呀你？也不看看你们，你们真以为自己有资格进七玄门吗？臭小子，你说什么？怎么了？来啊！别打了，该打就把你们扔出去啊！你们很幸运，今年的入门测试很简单，若能通过，就能成为七玄门的弟子。看到那儿了吗？中午之前爬到那儿，就算通过。准备好了吗？好了，准备好了，准备好了，没问题。出发！
快点！别分也跟着那少爷，快点！你快跑！你快跑吧！别等我了。 你没事吧？你怎么了？我没事。这都什么人啊？怎么还能这样？这根本不公平啊！这是给你们上的第一课。出什么事了？啊！刚才那小子跟他的同伙从上面扔石头砸我们。为了进七玄门，付出这么多努力，现在看应该是没指望了。他们刚才扔石头的时候，你也在那石壁上，啊？还算幸运吧，总比被石头砸了强啊。您怎么不爬了呀？你怎么了，李飞宇？刚才那小子让他的同伴从上面拿石头砸我们，连上去路都给堵上了。那边怎么样啊？那边不行，那边太陡了，他们都已经试过了，一个人肯定上不去。别想了，我们可以试试。加油！还是挺聪明的吧？你怎么看？可叹，可怜。他们已竭尽全力，我若破例一次，又当如何？清掌门三思，难道生死搏杀之际，夜郎帮也会为咱们破例吗？午时已到，考核结束。本次考核通过的9人，将成为新进的七玄门弟子。你们中有一些人也已经接近终点，但在生死关头，只是接近，可远远不够啊。那些没通过的，不必灰心，明年再来吧。我们成功了吗？武岩可是试了3次才成功，竟然试了3次，真是太……你们才第1次参加，即便落选，相比武岩，也不算丢脸了。
你们两个，你们两个跟我走。哟，莫大夫，刚才没看大夫。啊，我那里呢，现在缺一些人手。他们两个呢，虽然是没有通过考核，不过呢，也相差不远。我呀，想给他们俩一个机会。请便。能得您青睐，也是他们二人的福分。谢谢。你们两个还愣着干嘛？师傅已经在等你们了。于是我们就跟着莫大夫来到了神手谷。那里美如仙境，又只有我们师徒3人居住其中，是个难得的清修之处。天然一盏明灯，教我参破万物众生。时困时空，谁又带走？